要想住得更加舒適嘅，可以揀單邊位，肯定唔揀中間位啦。單邊位別墅就係唔一樣，門口車位都有4個嗱，1、2、3、4，可以停到4台車嘅喎。收你3蚊雞嘅管理費，俾到你安全舒適放心嘅蜜月管理，仲俾你免費停3台車，淨係停車位啊都可以敲返啲羊毛嘅喎。雅居樂海柏灣畔嘅一間1/4別墅，全新裝修嘅，一日都冇住過嘅喎。成間屋係輕奢簡約風格，103平方嘅建築面積，業主可以將佢裝到4房4衛，2個客廳，仲有一個大花園嘅喎。而且每一個房間都唔算細嘅喎，花嘅係小別墅嘅錢，住嘅係大別墅嘅體驗。對呢個別墅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關注我，喺評論區留言，我發資料俾你嘅喎。